后来继续财经的消息，来看金管会新任的主委彭金良，今仔日第一届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来备询，针对3月份国内引发到买 ETF 的热潮，金管会决定要出手，要甲财经网红碰风的行销的行为看好条。上新的规定要求网红行销 ETF， 也就是行销指数股票型的基金，唔但要有良民证，而且要有相关的证照。彭主任，因为你第一次来了哈，所以就是让你讲多一点。还有财委会一般都是简单，然后直接就进入状况。新政府上台，金管会主委彭金良上任后头一摆伫咧定期质询 ETF 的议题，正做焦点。网红行销啊，要有良民证，甚至于有相关金融的证照。那我请问彭主委，你对这方面这个尤其这样的一个规范，到底有没有强制力？分享投资上新的趋势 ，ETF 伫咧台湾正做地缘商品，有高度影响力的网红拢大力伫咧推销。不过投资市场危机四伏，为了避免出现喊股无实在行销乱象，金管会和投信、投顾工会出手防范。你要做这个专业的报道，你至少还是要有基本的，比方说营业的证照啊，简单的证照还是要取得的，这样对投资人的保障会比较好。提供正确的资讯给消费者，然后维护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呢，我想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投信、投顾工会自律规范内底，要求网红行销 ETF， 若要有良民证等资料，证明过去无早期非协政府和金融产品合作近3个月内，嘛未当有过度宣传的行为，同时阁要有证券投资任何一个相关执照。良莠参差不齐啊。所以一般的民众很容易受骗啊。那网络时代太方便了，大家随便都可以在网络上讲东西，一定的证照或者是一些技能，那有这样子的基础之后，我觉得就是这些观看的人自然会去更相信这些人所说的。金管会和业者两边达成共识，民众对新规定嘛拢支持，不过新规定出来，落尾要如何进行，相关处罚会安怎罚，部分的细节会阁继续讨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